来关心天气，这全台湾最近拢高温未输航限值。依照最近30年来统计，平均当年温度超过30度上侪天的头一名是台南，有186天。最近呢，对来讲爱防范高温，这嘛是风台季节。这个气象署就估计，今年反圣婴年，依照婴年的观察，这个风台形成这个位置会较倚咱台湾，当年6月份到12月份，平均差不多形成21个到25个风台，倚台湾的差不多有3个到5个。气象署估计今年较倚咱台湾的风台差不多是2个到4个，这算是正常偏少。士兵还有最大西瓜，吹冷气。路口天气温度真正是热到互人挡袂住，囡仔是真爱食冰，嘛足爱吹冷气。日头真正介咸，就含台南关庙面嘛爱十日头。根据统计，这30年来平均当年30度以上的日子，第一名就伫咧台南有186空，第二和第3名是高雄和嘉义。高温特报也是常常都是出现在山区、近山区那一边，因为那边离海比较远，比较难受到海风的调节。那台南气象专家林德辉嘛分析，有5大关系，互全台湾正做一台大台航商。2月到7月，除了温度真悬，嘛准备进入风台季节。去年小克风台最暖台湾，南市气象站测到有史以来上大港的风速，来到每1秒95.23公尺，超过17级的阵风。今年到6月2号，西北太平洋敢若2粒风台，生成比平均大少。气象署讲，今年是反圣婴年，和风台敢会架起来进行有真大关系。我们发现，就是圣婴年通常台风生成的位置有机会比较远离台湾一点这是一些红色的部分，就代表它是圣婴的年份。那代表反圣婴的蓝色年份则生成的位置是有机会比较靠近台湾。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当年6月到12月，西北太平洋平均有21到25粒风台，我近台湾的风台数量是3粒到5粒。气象署预估，今年下半年风台的数量和我近台湾的数量都是正常偏少。提醒民众，上重要的也是趁风台来进前，要做好万全的风台准备。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